重中國人嘅美食，何須理會米芝蓮？米芝蓮寄咗7年信俾我哋，一分錢冇使過。大家好啊，我是威廉，今日帶大家食一間連續7年攞咗米其林推薦嘅麵店 Let's Go。工作中午都咁多人，呢度啲麵咧係可以自己揀規格，湯麵或者撈麵，麵嘅軟硬程度。點一個鮑魚麵，再點個超級牛腩麵。唔該，先上咗個鮑魚俾大家睇下，足足3隻咁多，呢個嘅鮑魚。老闆話咧，佢將鮮鮑變成乾鮑嘅嘛，佢鮮好入味，好濃嘅鮑汁嘅味道，好得。再寫呢個超級牛腩點嘅撈麵，呢碗超級牛腩麵先20蚊，大嚿牛腩帶啲肥肉嘅牛腩先係最正。哇！入口即化，超級無敵有味，即係佢每一條肉絲都係有味嘅，好好味。20蚊有咁嘅質量嘅出品，廣州揾唔到第二間。講咧喺香港翻嚟就係為咗憑良心去宣傳啲良心，因為全部攞個壓力煲，炆到爛。70年代咧香港傳統手法做翻嚟，啲老人家食過，食翻我哋細路仔嘅味。呢啲咪華福要做嘅嘢咯。我本來下面仲加咗句㗎，何須理會米芝蓮啊？我覺得太絕㗎，米芝蓮寄咗7年信俾我哋，一分錢冇使過。所以咧，尊重中國人嘅美食，中國嘅美食其實係真係互相尊重嘅。我食多碗。